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想不开，聊一聊走绝路。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联合早报它正好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又有民企老板坠楼身亡。正好这两天也有个热搜，说的是一个小伙子到上海打工，为了1000块钱走了绝路。我们正好今天这个节目就聊聊这个现象。首先看这个又有民企老板坠楼身亡。中国官方公布最新 GDP 数据的2天后，广东连锁家装品牌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突然坠楼身亡。他的公司也在事发隔天宣布结业，一个超出预期的漂亮数据，一起令人唏嘘的悲剧。如果再加上上海那个为了1000块钱走绝路的，那更是悲剧。看似毫不相干的两者，却构成了中国经济乍暖还寒的一体两面。这文章说，他说，据观察者网7月19日报道，有消息称曾玉洲7月17日凌晨在广州坠楼身亡。报道引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的报道，排除了曾玉洲坠亡的刑事案件可能。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件与个人原因有关，未提及企业经营问题或外部纠纷。这个记者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都没有找到这篇通报。我记得这个节目，咱们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亮家居突然停业，老板走了。这个观察者网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确认曾玉洲坠楼身亡的消息。有中国网民说，曾玉洲在亮家居总部所在的广州中景大厦坠楼。不过一名大厦的物业人员告诉记者说，曾玉洲不是在那里坠楼的，就是坠楼地点还众说纷纭。截至发稿，曾玉洲坠楼的原因并未明确。公开资料显示，曾玉洲今年53岁，他不仅是亮家居创始人、董事长，还曾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务委员以及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也就是一身的光环。澎湃新闻引述企业查询平台天眼查信息称，曾玉洲共有273家关联企业，他在其中265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关联企业多数与装饰材料领域有关。曾玉洲曾在2008年提出中国首个按平米计价的整装全包套餐，被誉为整装校长。这个整装模式如今已成为行业的主流，可见他对装修这一块的见解独到，但对经营生意方面却不见得那么得心应手。亮家居突然停业，曾玉洲坠楼身亡的隔天，亮家居的经营困境随即浮出水面。包括澎湃新闻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报道，7月18日，一份网传停业通知显示，因亮家居相关公司受房地产行业影响，长期亏损，现已资不抵债，无力继续经营。公司决定即日起停止经营。亮家居创立于2001年，主要提供整装、建材、家私等服务，也满足新房装修等整装需求。据证券时报报道，亮家居在中国华南地区颇具知名度，在2019年巅峰时期曾有100家直营门店。停业通知公布后，许多与亮家居有关的利益方都上门要钱。7月18日下午，多名维权者向澎湃新闻证实，停业通知是真的。由于事发突然，不少维权者选择报警。网传视频显示，许多人前往亮家居相关门店维权。一名分包亮家居装修工程的项目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与亮家居合作已有4年，对方工程款发放速度越来越慢，付款周期从18天到1个月，再变成40天，今年开始是6个月。红星资本局则引述理性消费者说法称，他去年7月和亮家居签下整装订单，工程按计划是今年4月开始，目前房子已经被拆成毛坯房，但现在因为公司破产，工程已完全停摆。亮家居7月21日发布公告证实，公司已于7月18日宣布停止经营，并启动债权人债权登记程序。南京新闻引述广西一名家装公司
实信老板说近些年家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订单锐减的背景下，如果企业想要维持运转，就得压低利润或者提供增值服务，争取更多订单。大家都在用新客户的订单去赌旧客户的账，万一有一环断了，很快就倒闭了，有点像那个庞氏骗局了，靠拉新客户收他们的钱去赌老的客户钱花完了，但是你装修还没帮人装，你得买材料去装，这不就是庞氏骗局了吗？楼市下行冲击产业链企业，为什么订单会锐减？实信老板没有进一步解释，但稍微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这多半和近年来萎靡不振的房地产市场有关。房子都卖不出去，怎么会有装修？所以说从这个也能看出，很多媒体还房产中介还有那炒房的，天天都说楼市红火，楼市已经要反弹，楼市成交量涨了，这个是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这楼市只是越来越差，要不然怎么会坠楼，这走绝路呢？过去4年，中国房地产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虽然官方去年9月宣布一揽子房地产政策组合拳后，带动多个城市楼市回暖，但整体行情至今没有全面复苏。中国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房价加速下跌，其中新房价格出现8个月以来最大月度跌幅。高盛经济师6月发布的报告测算，自2021年底以来，中国实际房价已累计下跌约20%，恐怕这个20%不止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向联合早报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不只是民众的收入问题，关键是预期问题。大家认为房地产可能还会继续下跌，都在观望不肯入场，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还会有企业面临与量家居相同的境遇。实际上，最近中国媒体报道也显示，房地产下行趋势已冲击多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包括中国国产电梯品牌西子电梯。前不久咱们节目也介绍了，有几个清华大学还有北大的毕业生创办的什么住范儿装修，不也是暴雷吗？所以绝不是量家居一个企业。据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西子电梯去年以23.7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位列中国电梯品牌第4位。虽然业绩表现看起来不错，但报道同时指出，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经济形势影响，叠加中国房地产行业不确定性，电梯行业整体增长已明显放缓。明源供应链研究院曾在2023年发文指出，当下电梯行业上游成本上浮，下游需求紧缩，行业整体利润压薄，而少数外资品牌占据中国70%的市场份额。在同一机构发布的2022年不动产供应链竞争10强电梯类中，西子电梯已跻身10强榜单，但和外国品牌的市场差距仍然巨大。沉重的经营压力或许是压垮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最后一根稻草。刘文超走在曾毓强的前面。6月初，网传消息称刘文超6月2日坠楼离世，又是一个坠楼。西子电梯6月6日发布讣告，证实刘文超在6月2日在杭州离世，但没有说明去世原因。红星新闻同一天引述杭州警方说法称，经调查已排除刑事案件。你看，这都是民企老板，都算是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各自的行业也是叱咤风云，雄霸一方，但结局呢，都是走了不归路。为什么？刘文超被外界视为中国国产电梯领军人，但在家人眼中，他或许更像一名长期缺席的丈夫和父亲。浙江省科学技术厅2021年12月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介绍，刘文超一整年大概100天在外出差，100天住企业，留给家庭的时间非常少，妻子也要上班，因此小儿子多次一个人在家，哭着给他打来电话。忙忙碌碌到底为啥呢？儿子一个人在家，舆论推测刘文超长期承受工作和生活严重失衡导致的巨大压力。而就在他离世前1个多月，另一名浙江企业家绍兴金点子纺织科技董事长毕光军因长期受抑郁症困扰，在4月16日坠楼。他这个是抑郁症，那恐怕情况不太一样。这些接连发生在民营企业家身上的悲剧，
凸显这一群体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也折射出整体经济不明朗局势下民企的生存困境。中国高层今年2月召开民企座谈会，高调宣示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但近半年过去，民营企业家们士气似乎依然低迷。在新一轮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中国经济持续承压之际，如何为民营企业老板纾困解压，是各级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这个民营企业老板走不下去，走绝路，这个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是高杠杆、高负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在2021年之前，房地产行业好的时候，他们还是扩张太快，摊子铺得大。这就跟那些暴雷的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跟暴雷的那些房企大同小异，跟那些暴雷的幼儿园也一样，无非是透支，把这个银行的贷款，把客户的钱拿去扩张去了，再用新客户的钱来给老客户履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庞氏骗局啊。当这个新客户在下降的时候，新客户难以支持老客户的这些履约费用，那他就暴雷，就这么简单。何况比如说西子电梯，它又涉及到应收账款，他的客户压他的应收账款越压越多，而自己贷款负债，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多少他们是把他扩张用的什么钱？用的就是资金池的钱，所以说多多少少他们都有盲目扩张、高杠杆经营的一面。让经济形势不好，新的客户一少，增量市场没有，只有存量市场，那大家就疯狂杀价、内卷，还抢客户，内卷卷不动了，那就是暴雷，压力大的，那好多就选择一走了之。第二个，这些跟房地产的密切相关。有时楼市低迷了4年，我在去年就说了，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就是说，自从恒大暴雷以后，实际上整个资金链都在紧张，整个市场在往下走，那总得有人买单。那就很多人他是靠以前积蓄、靠以前赚的钱、以前靠自己家里这个房子资产抵押在那耗，他们坚信这个市场会慢慢好起来，他们不愿意这个止损，所以不停的投入，不停的失血。现在已经4年了，确实耗不起了，已经输光了，所以只好一走了之。所以说，根据媒体报道，随着楼市继续低迷，还要往下走，那这种悲剧恐怕还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说就这么2个就完了，后面会有更多的人，他走不下去了，他已经输完了，把以前赚的钱都输掉了，本儿都赔掉了，完了还负上债。咱们以前一直说，资产是弹性的，债是刚性的，别人可以欠你的钱。不给你告了也没用，但是你不能欠银行的钱，对吧？别人欠你的钱那是资产，你欠银行的钱那叫负债。那么资产是弹性的，可有可无；但负债是刚性的，你赖不掉的。所以你想想，你处在这个位置，风光的时候，那各种光环，民营企业家又是首富又是那样的，各种光环的。一旦你遇上经济低迷，你的资产在缩水，资产是叫别人欠你的钱给不了，恒大欠你的钱他能给吗？碧桂园欠你的钱也给不了，碧桂园人家说要保交楼，你的钱先放一放，那你应收就是理，你要不回来，你告了没用，告了恒大还是碧桂园强制执行的多了去了，轮不到你头上。那但是你欠银行的钱1分不能少，所以这个时候这暴雷是必然的，实在没得扛了，选择一走了之。所以民营企业家暴雷接下来会越来越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企业家暴雷咱们知道了，那无非就是在不该扩张的时候扩张太快，该止损的时候没有止损，导致资金链断裂。那这个打工的人为什么要为了1000块钱结束自己生命？昨天九派新闻有一篇报道，叫小伙错付车费索要无果，轻生，年仅19岁。他讲的是河南鹤壁19岁男子打车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到浦东新区，本与司机私下谈好100元，但误付1010元，索要无果，数日后自杀。7月21日，男子哥哥郭先生告诉九派新闻，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将满19岁，第一次来上海。他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工的堂弟，但没想到刚到上海就出了这样的事情。郭先生介绍，事发3月29日，弟弟通过微信支付
记录，向司机留言说：“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退回来？”但未得到回复。31日，也就是2天后，弟弟在堂弟的陪同下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只帮忙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更多的信息没法提供。郭先生介绍加上弟弟家里本来有5口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弟弟去世后，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事发之后，郭先生通过律师找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但只是打通了一次。我打过去说，在什么时候我弟弟多付了点钱，但你多收了之后没退给我们，导致我弟弟去世了。郭先生补充说，电话那头始终无人讲话，且在郭先生陈述后挂断了电话。后来该电话也再无法接通。4月16日处理完弟弟一切后事后，郭先生向法院起诉了司机。7月16日开庭，他没到场，也联系不到他。郭先生无奈地说：“我现在主要诉求就是想见到这个司机，然后让他跟我们道歉。”7月22日，九派新闻从郭先生代理律师处得知，说该案件的主要诉讼请求是要求司机返还多付的车费。根据九派新闻说法，说郭先生说他弟弟多付了车费之后，跑到这个派出所报了警。出现这个事以后，他弟弟就没有再去找工作，一直在他堂弟那边住着。4月3日下午7点多，郭先生从堂弟口中得知说弟弟不见了，同时还被告知弟弟有轻生的念头，但这时弟弟已经联系不上。4月4号一大早，郭先生从河南老家赶往上海，下午4点到了之后就开始寻找，并且向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调取监控情况。后来通过各方面查控得知，弟弟跑到了苏州。郭先生称，此前弟弟曾流转入苏州打工。郭先生随后又在苏州警方帮助下排查相关监控，最终在苏州的叫琼窟山、穹窿上发现弟弟遗体。有游客主动报案，说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尸体。10日，郭先生在殡仪馆见到了弟弟，弟弟遗体已有腐烂迹象。听民警说，找到弟弟时，他的周围还有一个敌敌畏的瓶子。4月16日，处理完弟弟一切后事后，郭先生向法院起诉了司机。一个年仅19岁的生命，为了900块钱走了绝路，这也是个悲剧。这里说明几个问题：由于这个司机没有说话，到现在具体的司机和这个打车的小伙之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从出事的小伙哥哥的说法，那就是多付了900块钱，想让他退回来，但是司机这边没有反应，导致小伙想不开，小伙去报警，警察只给了他一个车牌信息，这郭先生就把这个司机给告了。我在想，上海的警方啊，在这块有没有一些这个就可以改进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好像在山西太原有一位深圳的女游客啊，她的孩子把一个儿童手表是弄丢了，还是就忘了拿，在高铁上面，那个手表也就800-900块钱，那就被高铁上扫垃圾的给他收了，就送到垃圾站。这个女游客打电话求助，山西太原的还是大同的，他们就通过这个儿童手表，它不有定位吗？定的位置还在大同南站那个垃圾站。然后这个女游客她就打了这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结果大同市相关单位发动这个环卫工人在高温下寻找4个小时，翻找了8吨垃圾后，终于找到手表。这么个新闻好像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人说这么高温下让环卫工人去找4个小时，翻8吨垃圾，就为了找个900块钱表，至于吗？这个拿一线环卫工人的劳动开玩笑。但是这个新闻热点我没有去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信息不够。如果这个女游客啊，她就是个普通游客，那么这多么感人，这本身就是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手表丢了，当地政府发动这个环卫工人找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把手表找回来，这是多么感人的一件事。我们再假设一下，这个卢女士因为没有找回手表，她跟那个上海的那个小伙一样想不开，喝了一瓶药下去了，那就是这么一个场景。现在事情就在上海发生了，对吧？同样是政府工作人员，
大同是这样对待一个游客，而上海警方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警方给这个司机打个电话，把情况一说，约他们怎么样，双方解决一下，说不定19岁的生命就挽回了，就不会出现悲剧。我也知道很多人看不惯那个游客，假设那个游客是个权贵，那这个性质又变了。大同相关部门上上下下，包括环卫工人，是为权力在工作，他不是为这个游客，他是涉入这个权威或者淫威，被迫在高温下找4个小时翻8吨垃圾。但如果这个游客就是个普通人，对吧？这个多么感人！以往这种新闻只发生在外国人身上，外国游客手机丢了，当地派出所花2小时，甚至把手机找回来了。外国游客这个钥匙丢了，当地警方通过监控把钥匙找到，给外国友人送过去。外国游客自行车丢了，也是最短时间内找到。像这种感人事迹都是发生在外国游客身上，就这回好不容易发生在我们自己国民身上，广东游客身上，就遭到了这么的辱骂，这么的质疑。所以说这个反映了什么？当然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看法，说大同方面，他本来把这个当个什么事情来宣传的，凸显大同好客，对游客负责，他们兢兢业业，这本来是当一个正向宣传。那宣传，这胡一静老师最熟，对不对？那宣传他觉得夸大，本来是件小事，他给他放大一下，要不然怎么叫宣传？它不叫报道，那是实事求是，它是变成一个宣传。宣传什么意思？就是说那地方突出困难，所以高温下翻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才把那手表找到。这个反正我是挺难理解的，因为儿童手表有定位，你还可以想打电话，他都已经定位了，你还要翻4个小时8吨垃圾，显得有点夸张嘛。那8吨垃圾恐怕指的是那整个的大同南站垃圾站有8吨垃圾，也就是说，很多评论的人他恐怕就没有对什么4个小时8吨垃圾产生怀疑，这玩意恐怕就是宣传的需要。结果大同方面叫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心办了坏事。本来想突出这个事情呢，结果你添油加醋的被人抓住把柄了。咱们还说回了，所以我觉得上海警方如果能直接跟那个司机联系一下，让司机跟这个19岁小孩协商一下。这个19岁的小孩，我怎么感觉他好像这个家里的教育还是有问题，这家里人对他并不是很关心。19岁小孩在苏州已经打过工了，不是那种刚走向社会的，能让他一个人出门，说明他可以。首先出了上海的高铁站，我记得要么你就是打出租车，你要么是什么叫网约车，怎么还有私下叫价的，谈好多少钱？如果为什么说不一样？因为你要叫出租车或者你是网约车，你通过平台，你可以投诉平台，你多付钱了可以投诉平台，而且你要通过什么滴滴什么的叫车平台，恐怕你想多付也付不了，对吧？这个时候平台的作用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结果他选择了跟司机私下谈100块，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个操作。第二个，出了事情你报警，警察给你一个车牌号，大家都知道，给了你车牌号，实际上你就可以联系上车主。当然了，不一定是那个开车的人，但是车主你是可以联系上的。你要打114，打什么？但是媒体没有报道，他也没有给车主打电话，他就受了这个刺激，他就不找工作了，他就跑到苏州去自杀了。怎么看怎么像是心理有问题，所以我说家里人关心太少。总体上反映的是什么？就是个小孩，无论是社会还是家里，都是不太关心他。从司机多收他900块也不给他退，人家小孩通过支付宝给他留言说多付了能不能退，也许那司机没看见，这个咱因为具体情况咱不知道。第二个没看见，但是司机你多收了钱你不知道吗？你到站提醒，或者到晚上你一看自己今天怎么多好几百块钱，比平常你坐那查一下，一个单子1000多的车费，那到哪儿的？这是一个，所以不关心。警察这儿也不太关心，自己家里更是不关心啊。你这个时候你要告人家司机其实没用，你告了司机，司机叫不当得利，900块退给你就完了，这顶多就这样，道歉是到不了的，司机也没犯错，司机完全说我没看见，你能把他怎么样？说什么意思？我们还是多要从自身去关注这个事情，不要出了事情之后再去埋怨这个埋怨，唯独不埋怨自己。这小孩都已经向他堂弟表露出轻生的念头了，家里他还不关注。不管怎么说，900块钱压垮一个19岁年轻的生命，这就是个悲剧。虽然他跟那些民企老板他们的原因不一样，
但是本质上都是一边是靓丽的 GDP 数字，一边却是各种不堪的人生，各种脆弱的人生，构成了中国经济宣传和实际的叫一体两面，反差还是不小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